香港曾經係世界嘅金融中心，但今日呢個城市嘅金融從業員正面臨一場前所未有嘅危機。來自內地嘅金融機構以驚人嘅速度佔領市場。國內每年有超過1100萬名大學畢業生湧入職場，佢哋不僅年輕、專業，仲精通最新嘅技術。AI 同自動化技術正在顛覆傳統金融職位，從低層到中層，好多崗位都因為科技嘅進步而被取代。而你又準備好應對呢場科技革命未？同時，香港嘅經濟正在萎縮，裁員、薪酬壓縮成為常態，更多大型企業選擇削減成本以應對市場壓力。咁香港嘅金融從業員可以點樣突圍？答案係增值自己，面向全球，掌握跨領域嘅知識，先可以喺呢場殘酷嘅競爭中站穩陣腳。IFN Infinity Financial Network 一個國際化嘅專業平台，專為香港金融從業員打造。佢唔單止提供專業增值嘅機會，仲幫助你拓展全球視野，掌握應對科技挑戰同國際競爭嘅能力。立即登記，你即時可以免費獲得1對1專家指導，重新規劃你嘅事業方向。金融工具同資源，助你快速進入國際市場。全球化嘅經濟剖析，讓你隨時掌握行業趨勢。今日嘅香港金融從業員面對嘅唔係單一嘅選擇，而係生存嘅挑戰。只有持續進步，你先可以避免被時代淘汰。IFN 無限財富，無限可能。立即加入我哋，啟動你嘅全球化事業新旅程。